云林埔尾建国贯穿去年启动景观活化计划，煞甲贯穿较早活动中心的舞台拆掉起变数，当地就批评这历史记忆会就安尼消失。即阵县府收到诉求，答应要甲变数起伫咧别位，安那本地铁搭会保留来做文书展览。日军所留来的水塔，民国50几年时，因为军官搬入去住，在水塔边围拍坎增加高度，荒废1年后。文管府去年启动景观修复，搁在塔顶弄坑，而且搁将早年是贯穿的活动中心舞台区拆除，要改建新变数，互地方也会无度理解。如果今天是盖在那旁边，我们绝对不会有太多的意见，而是他现在盖在这里，是把我们整个在眷村，我们在做眷村文化保存，我们在做历史的调查。他把我们整个的历史里面，把我们这个地方给我们断掉，要保存文化资产的那个价值嘛，它以前留下来的那个价值，你把它变成厕所的话，那文不对题啊。过去捌在眷村住的居民表示，离村的活动中心是过去所有的居民参观活动、表演跳舞的场所，但现在规划改成变所，未来如何延续历史记忆？对此，县府定向发展处表示，因为建国离村当年荒废。造成治安的死角，这个园区规体恢复开放较高的氛围来进行活化。在去年12月的时候，我们在施作的过程当中，施作之前就有透过文化资产委员的现勘之后确定完之后。我们才做。现在大家如果有不同的意见，那我看那整个动线，事实上改成一个文化场域的一个展览或者介绍其实是非常好的。有网友表示，按在地文书团体沟通后，尊重地方的期待，保留贯穿重要文化记忆，就搁找其他适合场地兴建变所，将原本的时间处转为文书展览区，希望创造重要活化、艺术传承和公共发展三赢。记者向为你报道。